各位評審好，我哋要介紹嘅項目咧就叫做官雲，係一個動態人流感知 AI 能源嘅管理系統。選址咧就係慈雲山中心。經過深入嘅鑽研，我哋發現商場目前咧就正面對三大問題嘅。第一就係潮汐人流，翻工翻學嘅時間咧同平時嘅人流咧係可以相差3到5倍嘅，但係冷氣咧全日咧就係開咁大嘅啫，搞到咧繁忙時間咧就熱死，非繁忙時間咧就凍死啦。第二就係空間熱點唔平均，受西斜影響嘅場、中庭同埋餐飲區對溫度要求咧係完全唔同嘅，但係一體化冷氣咧根本滿足唔到所有區域。第三就係交通樞紐嘅影響，商場下層嘅巴士站嘅氮氧化物同埋 PM2.5咧成日直接流入商場，放學高峰期咧 PM2.5咧甚至高達85微克，係超晒標㗎。傳統嘅冷氣系統通常係等系統頂唔順或者市民去投訴先去做調整，呢種被動反應嘅做法，結果往往只有3個，就係浪費、唔舒服同慢半拍。而我哋帶嚟嘅答案就係官雲。我哋將環境感知、人流動態同埋 AI 決策呢3個方案完美整合，產生1+1+1大於3嘅乘法效應。成個系統嘅運作原理非常簡單，就係分為3步：感知、思考同埋行動。首先，感知層會24小時監測環境數據，包括場芯溫度、NOx 同 PM2.5，同時結合 AI 鏡頭、交通 API 同 WiFi 連線數嚟掌握人流數據。呢啲數據會即時送入 AI 進行大腦分析，精準預測未來10到15分鐘嘅環境變化。當數據日交俾決策層之後，我哋就會啟動3大主動防禦系統。第一係潔淨空氣優先，只要外圍污染一超標，系統就會即時關閉巴士站嘅進風口，全開一台新風同埋 HEPA 過濾，將污染源頭徹底隔住。第二係人流預判前饋，傳統冷氣係人導先開，而我哋係提前10分鐘就預冷，做到人導溫度啱好，單單呢一項就可以幫冷氣慳電達20%。第三係壓力緩衝聯火，當人流高峰期一到，出入口嘅風閘就會提前啟動，製造一道無形嘅壓力牆，直接咁樣擋住戶外嘅熱氣入侵。呢3個策略加埋，整體最高可以幫商場節省高達20%嘅電力，喺大幅提升空氣質素嘅同時，亦帶俾顧客最舒適嘅體驗。而我哋嘅系統界面就顯示由天文台傳嚟嘅即時天氣資訊，包括溫度、濕度同埋雨量。我哋嘅系統會根據天氣同埋人流去控制通風淨化系統，包括主通風扇排氣嘅系統等等，冷氣都會自動去調節。而我哋嘅 3D 模擬器就可以顯示人流同埋車輛。而最後空氣淨化頁面就顯示未處理嘅空氣質素，同埋經過通風淨化系統處理過後嘅空氣質素。各位評判，未來嘅商場唔應該再被動反應，而係主動去預測。透過呢個整合同乘法效應，我哋可以將慳電、舒服同環保一次過搞掂。我哋慈雲山商場項目嘅發表就到此結束，多謝各位。